太千岁，还是平身。千岁，赐座。谢错。太师上殿有何奔奏？臣去国台，今堂各国放赠，顷刻之间，关键莫朝，女皇登天，回讨他邦，先期翻译。有道是，你才刚活动，是殿不太有理。你太师之见也。一臣之间，国太将江山让与哪家？三卿太仆之人，只差3殿不在，后有耻臣后，愿意归从。太师此言差矣。不差。向满朝文武，知情不过你我父女，就将江山让与太师，只仗这3年不在，好有志臣龙，愿也归
此便才是。他唤这何人？兵部杨波。哦，杨大人，赶且前来唤呀！不但不要上殿免了走。呸！老夫坐江山，有儿不多，不儿也不分少。将江山让与老夫，这场三殿不才，后有之臣风，愿替归从，请列位王后前来还呀。江山自有尊重，还有禅让之礼，我等不要。老夫献酒之后宝剑在这此。还是不必动怒，我的话呀就是。此片才是人。且慢。
王常常来到御街，为了何事？学生正在朝房修文，忽听国台将江山社稷上于监，则力量千岁可曾化呀？老夫不雅，大人你可曾化呀？学生怎敢遇见则同谋，不曾化呀？岂未曾化呀？就该上殿面能走，本当上殿便走，怎待官备知晓，不敢吃头。将什么官大官小？只要你忠心报国，老夫放你满门无事。千岁多报学生，满门不是，含着一腔热血，洒落金寨，也要顶上几分。好，大人随我来。
本长当天走来。是。臣请国台，臣有一道太平表本，可用臣一奏。当面走来。用马走。
有诗为证。当面走来。永从。祈求杜十三先往汉大院，安在红罗山偶遇一路端，还敢同桥县，此人杜不凡。好不绝后啊！皇兄，大明左江山。
你乃是穿孔对剑，算不得幸福之人，得的，算不得，算得的，算不得，算得的。你是算得就算得。
朝太师发不得高腔，发他的，发不得，发他的，发不得。啊！
啊！
来，夫太传旨下来，从今往后朝中有事无事，不用需要二大奸党。你我忠心报国，反论得过奸党二字。你我暂退朝房，看他们哪个敢做江山，哪个敢让社
想要听得人。